请问爱办理乜嘅？我哋係學校單位，上愛宣傳創題，請問愛做哪隻創題？我哋上主音樂堂，你係了解嘅假指標，請叫先愛使用嘅創題時間日期，可以納保證金。叫好咧，你係保證金。好，那你登記好咧，也係應該手機。另外，我哋嘅創題主價，唔再像做得線上辦理，還做得線上納錢，下一擺就唔是高條價人領。食材很利便哦，是夢兒。看了請見客，一下按你現代人士之下，記着重要嘅意思，大家記得愛聽你眼麼？學校、學校、創題、場地、價時表、收費表、時間、時段、日期、日期、保證金、保證金、線上。接下來我們來學這些常用到的句型。請問愛做哪隻創題？請問愛做哪隻創題？請問要租哪個場地？請問愛做要租哪隻哪個創題場地？請問愛做哪隻創題？請問愛做哪隻創題？請問要租哪個場地？這是兩位嘅價時表，這是這裡的收費表。這是，這是兩位嘅這裡的價時表，收費表。這是兩位嘅價時表，這是這裡的收費表。請叫寫你愛使用嘅創題時間、日期，還來納保證金。請叫寫你愛使用嘅創題時間、日期，還來納保證金。請勾選您要使用的場地、時間、日期，還要繳保證金。請叫選，請勾選你愛使用嘅，您要使用的創題、場地、時間、時間、日期、日期，還要納繳保證金，保證金。請叫選你愛使用嘅創題時間、日期，還來納保證金。請叫選你愛使用嘅創題時間、日期，還來納保證金。請勾選您要使用的場地、時間、日期，還要繳保證金。